弟兄姊妹早晨，好欣賞大家已經嚟到嘅時候咧，坐定定已經又係有少少同隔離左右有溝通，但係一當主席上嚟嘅時候咧，大家又好合作，同埋已經係好乖嘅安靜，令到我哋整個會場咧都能夠以一個肅靜嘅氣氛嚟到進行啊！咁咧仍然爭少少。大家互相鼓勵，你識嘅弟兄姊妹、主內肢體，準時啲好似今日咁樣，搭11就坐滿，最好噶啦嚇！歡迎大家，我哋感恩，因為大家喺主日仍然有機會碰面呢個時候咧，讓我哋都安靜自己，將會騷擾我哋嘅響鬧裝置熄咗，然之後心中默禱。首先向天父認我哋嘅過錯，然後將我哋嘅重擔交俾主耶穌，更加係為到我哋在病中、院舍、家中，或者係仍然係陷喺一個生活困苦當中嘅肢體，我哋嚟求神去憐憫看顧。雖然佢哋唔喺我哋當中而家請我哋默默嘅默禱。弟兄姊妹，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開始我哋主日嘅崇拜，請大家同站立，聆聽詩班同埋台上嘅侍奉人員合唱主在聖殿中。來啊！我們要俯伏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拜，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們是他草場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請我哋一同嚟到祈禱。榮耀、榮耀、榮耀，全歸我哋嘅恩主耶穌基督。因為你今日活着，仍在我哋當中作主作王，讓我哋喺呢個絕望冷漠嘅世界當中，仍然感受到有盼望，
因為你係我哋嘅主，你將再來統管一切。神啊，就讓我哋將我哋心中嗰個嘅唔能夠忍耐，或者係有失望、有沮喪嘅地方，全部放在你面前，讓你嚟到係安撫、安慰我哋。神啊，我哋將恭敬嘅將整堂嘅崇拜交在你手中，願聖靈運行響會場當中，敗壞魔鬼一切嘅作為。神啊，願今日一切嘅榮耀全歸恩主。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請同心嚟到敬拜。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讓我哋咧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坐寶座上的和羔羊，榮耀神羔羊。上的真神羔羊。
隨來重養，在寶座上羔羊。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或躺下，或走路，我意念你都細察，你都知道。或安靜，或風暴，每句話你都細聽，沒有不知道。或躺下，或走路，我意念你都細察，你都知道。或安靜，或風暴，每句話你都細聽，沒有不知道。前後環繞在我這蓋，無盡無止境的深愛，奇妙如此不可測透，只身跟你走。前後環繞，前後環繞着我這愛，無盡無止境的深愛，奇妙如此不可測透，只身跟你走。是你恩手引導，引導我一生每步，令我跨過高峰，跨過低谷，每步走進未知的路。是你親手引導，引導我這生旅途，教我不怕遠飛到海極，神因手必引導，扶持一生到老。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力？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哪裏？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或躺下，或走路，我意念你都細察，你都知道。或安靜，或風暴，每句話你都細聽，沒有不知道。
無窮盡恩惠，
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比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諸天說述神榮耀尊貴，造物奇妙，讓創世驚嚇，伸手之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比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退位，盡領立下，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退位，盡領立下，大海呼應，眾唱哈利路亞。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比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願我哋將一切榮耀頌讚，我哋都歸俾我哋嘅主。願主悅納我哋嘅敬拜。弟兄姊妹請坐。
以下我哋係進行奉獻嘅時間，感謝神賜予我哋萬物，讓我哋係懷住一個感恩敬拜嘅心嚟到回報佢。請我哋有一個嘅謝捐時間，同心嚟到祈禱。天父啊，我哋知道萬物都係從你而來，你嘅豐賜厚恩，我哋每日都享受不盡。求你嚟到讓我哋真係懷住一個感恩謙卑嘅心，我哋願意將我哋嘅才幹、將我哋嘅時間、將我哋嘅金錢，甚至係將我哋成個嘅家庭奉獻在你面前，求主你嚟到使用，悅納我哋嘅奉獻，亦都係祝福教會。咁樣嘅祈禱感恩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請各位準備。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代表教會歡迎今日咧每一位無論喺現場又或者喺線上一同敬拜嘅弟兄姊妹。想問下在座裏面有冇今日你係第一次翻到嚟教會同我哋一同敬拜？舉舉你嘅手俾我哋認識啊！頭先點解咁快有掌聲嘅？感謝主，感謝主。特別咧喺主餐嘅時候都會人多啲嘅喎。你知唔知平均嚟講，我哋嘅主餐主日同平時嘅主日相差係幾多嘅人數啊？100人係咪啊？即係咧，其實咧，我哋差唔多係相差20% 嘅人數，係因為咧有好多嘅老人家長者，其實佢哋都不良於行，平時咧都喺線上聚會，但係咧佢哋都有一份嘅心意喺主餐裏邊一定係要親身嚟到教會裏邊領受呢一個嘅主餐。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教會裏邊一種嘅傳承。
上一個星期同大家報告過，我哋所敬重嘅鄭仲強會左喺1月25日週日裏邊嘅早上凌晨3時安息主懷。執事會隨即喺星期二嚟到去成立治喪委員會，嚟到去協助家人辦理一切嘅喪事。而家咧係定於喺2026年2月14日嘅星期六早上10時，會喺教會2樓嘅主禮堂舉行呢一個嘅安息禮拜。我哋今次係不設守夜，所以咧大家咧預留時間2月14日星期六早上10點就翻到嚟教會裏邊咧，一齊嚟到去道別我哋嘅會座。實在係知道大家有好多嘅唔捨得，但係我知道我哋必然會喺天家裏邊嚟到去相聚。家人咧亦都為咗更準確地咧統計咧，當日我哋會去上山同埋咧去參加呢一個嘅解圍嘅弟兄姊妹咧，所以咧大家會收到一個嘅 Google Form， 咁啊大家咧就盡量去填寫裏邊一啲嘅資料，以便咧家人嚟到去作一個嘅統計。亦都咧喺呢段嘅時間咧，我哋都好想咧俾家人多啲嘅時間咧嚟到去安靜。所以咧大家可能係心裏邊禱告又或者咧係 WhatsApp 問候就可以啦。教會我相信係要大家同心嚟到去守望，同心嚟到去傳承。一如以往教會嘅傳統初一嘅新春崇拜，亦都喺2月嘅17號早上11點咧喺2樓大禮堂。特別咧鼓勵一啲咧你未參加過新春崇拜裏邊嘅弟兄姊妹喎。我知道咧有好多咧都係呢幾年咧新加入教會呢一個嘅新春崇拜特別之處就好似一個嘅家聚。我哋嘅stage 呢一個嘅台咧，我哋會暫時移開呢一個嘅講台，我哋咧放設一啲嘅 sofa 咧，傳道人透過主題對談，能夠去彼此分享，亦都咧係藉着新春呢一個嘅時節嚟到去彼此祝福。亦都喺呢一個嘅新春崇拜裏邊咧，我哋係會舉行呢一個嘅祝福教會大行動嘅福袋同埋1人1利是啊！以往我哋喺重建裏邊嘅時候咧，已經係開始咗呢一個嘅奉獻嘅運動，為着係要讓教會重建。感謝主重建完成，教會聖工好多嘅發展都係需要嚟到去支持。所以咧，我哋都好想大家咧，藉住呢一個嘅時機裏邊咧，讓神嘅家有糧，以致咧更好嚟到去服侍呢一個嘅城市，為福音咧嚟到去踏上。大家咧翻到嚟禮堂嘅時候，會經過大堂啦，係咪見到一張鋪得好靚嘅紅色台面啊？紅色台面咧有各式各樣嘅揮春啦，然後咧有一個嘅福字啦，大家係可以自由索取噶。但係咧，同工就同我講咧，有一款嘅揮春咧就已經咧係俾大家咧攞晒，可能要加印啦。俾個問答比賽大家，你估邊一款嘅揮春係最受歡迎嘅咧？係乜嘢啊？出入平安，仲有咧？我掂過碌啫，太睇小我哋嘅弟兄姊妹啦！我哋其實原來最受歡迎嘅，非常之政治正確，係作主門徒，敬畏上主。因為今年，哇，要拍手 ，OK！ 今年教會嘅主題係乜嘢啊？真門徒啊！所以咧，亦都咧係透過呢一個嘅流通管子，成為一個嘅祝福，你可以送俾你嘅街坊朋友啦。然後你話咧，你想封利是咧，都有教會裏邊嘅紀念，有啲嘅經文金句冇問題。阿 Wing 姑咧就已經係為大家預備咗咧呢一個嘅 Jolly 羊嘅利是封套裝，要收錢嘅。一如上星期咁講啦，詳情千祈唔好問我。就問阿 Wing 姑啦嚇，咁我知道咧，其實係潮點工房咧係有售嘅，亦都藉住呢一個嘅利是封，係將你嘅心意，亦都將呢一個嘅福音咧嚟到去親切擺上。
喺嚟緊嘅週三祈禱會呢，我哋嘅主題係走出迷惑人心嘅民間信仰。其實我哋中國人呢，知道呢有好多嘅民間宗教，其實點樣嚟到去同身邊嘅鄰舍親友嚟到去分享信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以呢，鼓勵大家一齊嚟到去參與，亦都咧為此嚟到去禱告。最後一個報告咧就係2月27日啊，今年咧浸聯會嘅培靈會咧就喺27、28號2日舉行，而舉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嘅教會觀潮浸信會。6月呢個2月27日星期五咧，屈偉豪院長伯特利神學院，佢會喺當中裏邊咧嚟到去分享信息。然後2月28號我哋嘅下午場2點至4點咧，有我哋嘅黎偉恒牧師咧喺當中裏邊咧嚟到去主講分享，主題係福與福嚇。究竟我哋人生裏邊有好多嘅陷阱，有好多嘅危機啊，還是藉着呢啲嘅危機，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可以更加嚟到去拉近。雖然我哋知道今時今日，無論喺呢一個嘅世界局勢，以至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都係充滿住張力，充滿住矛盾。但係神嘅呼聲仍然實實在在臨到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裏。以下落嚟呢，我哋會有一個嘅宣教嘅分享。分享嘅朋友呢，因為咧將會嚟到喺呢一個嘅穆斯林嘅地區，所以咧我哋咧都唔會提佢嘅名字。今日咧我哋喺網上裏邊嗰個嘅轉播咧，都係只係會放呢一個嘅 PowerPoint， 就係咧野原之家。野原之家咧實在係喺我哋教會裏邊成長嘅年青人，一路嚟到去蒙主呼召，嚟到去讀神學啦，然後牧會。更加而家有位小朋友瑞嶺咧，今日咧都坐咗喺前邊，但係佢哋願意整個家庭憑信踏上。喺呢個時候，我邀請野原之家上嚟分享，我哋俾啲掌聲鼓勵。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好高興可以翻嚟舞會度分享啦。我BB 就喺度行緊歲半，我個 BB 而家。咁大家可能未必認識我，因為我喺19年就開始喺另一間教會度服侍，咁做傳道人。咁但係你哋應該咧都認識我阿爸嘅。咁喺呢度幅相右上角啦，仲分執事啦，係啦。咁大家應該翻5堂嘅就應該都識佢噶啦。係啦，咁我都啱啱提過啦，我小學開始咧就係翻觀潮噶啦。咁我喺度成長啦，咁大家認唔到我，但係應該認到最右手邊係邊個嚟嘅？最右手邊就係卓文傳道啦，係啦，我就喺佢隔離嗰個，係啦。當時大家都好瘦嘅，而家都好 fit， 大家都好 fit。好，咁咧我就喺講宣教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去認識宣教就係喺教會嘅短宣啦。咁當時候咧我大概每年咧都會參加即係教會去內地嘅短宣嘅。咁我喺高中開始咁就參加。咁呢度幅相咧就係我哋去到一啲嘅小學義教英文，跟住可以分享信仰。咁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我去到學完傳道會，咁我就認識咗原來世界上咧係有好多地方，即係唔單止係內地啦，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咧係冇機會咧去認識信仰，因為我哋叫嗰啲叫做未得之民，佢哋咧冇任何信徒啦，冇任何宣教士啦，冇任何教會。咁如果我哋相信信耶穌係唯一嘅道路、得救嘅盼望，咁呢啲地方嘅人豈不是冇任何嘅盼望？我當時咧帶住呢個疑問，所以我都好想會唔會有機會，我人生都可以去下呢啲地方分享福音俾呢啲嘅人呢？咁當然大學時候係有個咁嘅感動嘅，但係去到預備畢業嘅時候咧，都係諗住揾翻份好工即係正常咁樣就建立自己事業或者家庭。之後若果神 ready 俾我出去嘅話咧，咁我先再出去啦。咁但係去到大學畢業前咧，咁有一
好震撼我啦，或者係教會嘅事。當時候咧陪伴我成長10年嘅屬靈導師叫做撈哥，我諗相信好多人都認識。佢就喺我大學3年班嘅時候啦，突然離世。前一日咧仲同我哋一齊去踢波，咁但係後一日咧就被接返天家。當時佢只係31歲，即係仲細過我而家，好後生。我哋個個都好震撼，唔係好明點解神會接走一個咁好嘅弟兄咧？但係起碼呢一件事對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就係，我哋冇辦法掌握明天，我哋唔知聽日嘅事，所以我唔再去拖延，我唔再話遲啲先啦。雖然我有感動，但係都係遲啲先啦。雖然撈哥最後佢冇成為一個傳道人，但係佢嘅生命咧影響咗我，佢提醒咗我可以更加快去踏上宣教嘅路。所以我喺大學畢業冇耐，我就去到南非，去到一個差傳嘅宣教訓練。咁我呢個咧就喺非洲嘅一個即係小學啦，都係。咁我就去分享福音。咁完咗呢個南非半年嘅宣教訓練咧，我就上到去望道號度服侍。咁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福音船望道號，先頭都嚟過香港嘅。咁就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去同唔同背景嘅人分享信仰。咁翻嚟之後咧，我繼續積極裝備啦，去讀神學啦，去牧會啦，咁結婚建立家庭。咁去到而家啦，終於今年8月，我哋咧成家咧就會出發。咁我哋有個代號叫做野原之家。咁如果咧有啲人有睇過一個卡通叫《蠟筆小新》嘅咧，咁就係野原新之助係啦。咁我哋咧，但係你見個原字係唔同噶，即係我哋雖然係食字，咁但係咧都有一個屬靈嘅意思嘅。咁咧就係我哋好希望咧喺曠野度咧引領人去到完全嘅天父嗰度。咁佢哋都係一個屬靈嘅曠野裏邊，我哋好希望帶佢哋咧去認識天父。咁我唔知大家對穆斯林有乜認識，或者伊斯蘭教啦，可能大家第一印象係拉登或者恐怖襲擊，或者好多規矩啊，即係啲人要蒙頭啊，唔食豬肉好似好多好複雜嘅嘢，距離我哋好遠，或者咧覺得好有難度，印象咧麻麻地。但係點解我哋會捨易取難，去到呢啲嘅地方去宣教、去服侍咧，要咁暗地裏去做咧？我今日咧冇咁多時間去講，但係我之後咧有個4月12號咧有一個異象分享會，我會講多啲神點樣帶領我哋去服侍穆斯林呢個群體，所以都邀請大家咧可以為到我哋嘅家庭去祈禱。咁呢段時間剩翻半年左右嘅時間咧，求神都繼續俾我哋裝備好啦。咁我同埋有機會去到唔同教會分享。我今日太太都喺自己嘅教會分享緊，所以今日佢冇嚟到。咁咧都為咗我哋順利交接啦，因為我自己喺教會服侍，佢又喺機構度服侍，咁都要呢半年咧，即係希望有更好嘅人一齊接棒啦。咁另外我哋都要籌募經費，咁希望咧籌足經費咧可以順利出發。咁都邀請大家咧，如果有感動咧，都成為教會嘅代禱勇士。咁呢個如果你 scan 呢個 QR code 咧，就會入咗一個群咧。咁嗰個群就唔係淨係為我哋家庭祈禱，因為咧觀潮咧係有4個單位嘅，計埋我哋有4個單位，咁可以為到唔同宣教士收到佢哋嘅代禱信去到祈禱。咁咧，我今日嘅分享係嚟到呢度。我好相信剛才大家聽到野原之家嘅分享裏邊咧，心裏面咧都係有好多嘅關心。但弟兄姊妹，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掛心啊？我哋仍然掛心，但係更加係將野原之家嘅需要放喺禱告。特別剛才咧講到，其實嚟緊喺6月份嘅時候咧，係需要有一個嘅啟動基金回應呢一個嘅差會需要。所以咧究竟8月嘅時候能唔能夠順利嚟到去出發？7月嘅時候能唔能夠順利辦理呢一個嘅差遣禮咧？仍然係存在呢一個嘅變數。所以咧係邀請弟兄姊妹咧，
大家喺禱告裏邊，亦都喺奉獻裏邊咧嚟到去奉獻。特別喺呢段嘅時間啦，嗱，如果以往嘅時候咧，你將呢一個嘅奉獻咧放落差傳咧，其實我哋冇分，我哋係支持邊一個嘅單位，我哋會有一個嘅專款專項嘅大水堂。但係由而家去到6月嘅時候咧，我哋如果你喺呢一個嘅奉獻封裏邊寫上野園之家嘅時候咧，我哋咧係全數咧就會去支持佢哋呢一個嘅啟動。好相信信心嘅踏上係超越環境裏邊俾我哋有好多嘅考量，所以讓我哋一齊嚟到去同心禱告。慈悲仁愛嘅主，我哋要將我哋嘅眼目放喺坐在寶座上聖潔嘅羔羊，而唔係我哋水平視線嘅世界。因為如果我哋將我哋嘅眼目心懷意念，我哋放喺呢一個嘅世界裏面，我哋早就喪膽。所以求主你幫助，讓我哋嘅眼睛就好似行在風浪中嘅耶穌一樣，緊緊嚟到去釘喺你嘅臉容上邊，以至到你讓野園之家一家佢哋所有嘅需要你都去供應，更加係讓佢哋嘅心懷意念更加被主你嚟到去結連。喺呢一個嘅地方裏邊有好多嘅未得之民，特別當我哋見到一班嘅穆斯林，實在佢哋係好敬虔，但係佢哋錯咗對象嘅時候，實在係好可惜。求主憐憫，亦都使喺呢一個地方裏面嘅石心能夠變為肉心，願主你嘅靈就好似兩刃嘅利劍一樣刺透人心。保守加能賜力，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請我哋一同嚟到誦讀兩節嘅經文，係記載喺詩篇139篇17、18節。如果大家見到簡報，我哋一齊嚟讀17節、18節。預備，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你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我哋今日講到嘅題目呢，就係榮耀神。我哋將時間交俾我哋堂主任謝牧師。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哋首先一同禱告。慈悲嘅恩主，願你嘅靈進入我哋眾人嘅心，開啟我哋嘅眼睛，望見主你嘅榮耀，淺信於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今日咧，我哋亦都係喺呢一個嘅團隊宣講系列裏邊咧，講到呢一個嘅立約嘅群體。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我哋同工講到盡心如何降服我哋嘅意志。今日我哋嘅題目就係講到盡性，如何咧嚟到去駕馭我哋嘅熱情。我哋要榮耀神，我哋要學慕神。喺上一個星期裏邊嘅時候咧，大家記得 Wing Gu 嘅信息嗬。Wing Gu 上一個星期咧，當佢講完道之後咧，佢多咗一個嘅別號喎。大家咧原來而家咧會稱呼佢做林百科。你知咩百科嗬？就係佢而家喺政府裏邊係睇緊8個門診科別啊。OK 原來咧人生咧，我哋真係要學習如何與我哋嘅困難嚟到去共存共舞。今日當我哋講到呢一個嘅盡嘅時候，原來好多時候咧，我哋有一個嘅誤會咧，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人愛神，就係盡上自己嘅精神意志 discipline self discipline。啱嘅，紀律係非常之重要，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呢？我哋要睇清楚今日我哋所講嘅盡性呢一個嘅人性嘅本質呢係為何？大家都聽過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呢一個呢係一個世界之最嘅一個嘅紀錄啊！其實咧，大家都係好有機會咧，去打破呢一個嘅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點解咁講咧？
原來咧保持最多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咧係一個嘅美國人啊，佢叫做阿什利塔福曼啊。點解佢會引起我嘅注意呢？佢原來咧係曾經打破咗471項嘅健力士世界紀錄，但係佢而家保持咗幾多個啊？164個加減數，即係有幾多個咧？又俾人超越咗啊！300幾個呢一個嘅紀錄咧，俾人超越咗。我覺得有啲奇怪啦。平時咧，如果我哋睇下馬拉松啊、跳高啊、跳遠啊、100米啊，呢啲世界紀錄保持者咧，係咪咁輕易打破嘅咧？都唔係咁輕易咧就能夠打破喎。咁我再睇下究竟佢嗰471項嘅紀錄係啲乜嘢嚟嘅咧？我就摘要咗有2個嘅紀錄咧。第一個就係咧著住對潛水鞋行一段嘅時間係最快。OK， 所以你哋等陣都可以試下㗎。另外一個咧就係咧揾個下巴就頂住嘅單車係最耐。即係我睇完之後咧，我俾咗2個字，即係騎呢咯嚇。即係你綁鞋帶最快，其實都可以係紀錄嚟㗎。當我進入佢嘅心情裏邊嘅時候，呢一個人好特別喎。但我諗下，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㗎啦，需要人紀念，需要被認同，需要被肯定，所以做好多嘅嘢嚟到去證明自己。呢一個可能就係人性裏邊需要駕馭嘅熱情。今日我哋所讀到嘅經文裏邊，詩篇139篇裏邊嘅背景，詩人實在佢陷喺罪裏面。有啲釋經學者就講到呢一個寫嘅詩篇咧，有可能咧係大衛啊。大衛咧當拿單喺佢面前嘅時候，顯露佢嘅真面目啊！原來佢係一個道貌岸然啊，一代之君咁樣咧，係英明神武，但係竟然喺佢心裏邊係隱藏住咁大嘅邪惡，同拔示巴嚟到去行淫，所以佢接受唔到自己，佢接受唔到自己嘅時候，佢逃避人，更加逃避神。但係喺呢一個咁黑暗嘅經歷裏面，佢真真實實經歷到，原來人性當喺罪裏邊係全然敗壞，唯有將自己嘅心懷意念完全嚟到去降服喺神嘅愛裏邊，呢一個嘅故事先有機會嚟到去改寫。好想大家咧，首先嚟到讀出以下嘅經文好嘛？預備1、2、3。呢個原來係想講述神嘅作為，上帝完全嘅監察照管。但係咧幾年前咧10幾年前啊，有一套戲咧就叫做《竊聽風雲》，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就係話咧，原來咧今日我哋嘅手提電話咧，如果我哋唔熄咗佢咧，其實佢都可以咧係成為一個竊聽嘅工具。呢一個嘅場景裏邊咧，就令我諗起啦。其實究竟有冇人想咁樣，無論坐、無論企、無論講嘢、無論唔講嘢，都係俾人哋監察、俾人哋知道嘅呢？弟兄姊妹，你想唔想讓神監察你啊？想嘅 ，Ada 岌頭想嘅 ，OK。你想唔想俾你身邊嘅人、隔離左右嘅人，佢監察你啊？即刻擰頭啦，係咪啊？老公老婆啊，都唔想啊！更何況隔離雖然係弟兄姊妹，但係又未去關係密切到咁樣啊！就算幾關係密切嘅人，父母仔女，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噶嘛，我哋需要有個咩 time 啊 ？Me time 係咪啊？我哋需要自己個人，我哋唔想咩嘢都俾人知道，乜嘢嘢都俾人監察啊！我記得咧細個嗰陣時候咧，小朋友仲細啊嘛，有個工人姐姐喺度。我相信咧好多家庭咧，阿月晴可能BB 仲細嗰陣時候都有，屋企係咪會裝一個家居嘅即係攝錄鏡頭？
你哋有冇㗎？嚇，當小朋友細嗰陣時候，你裝住佢為咩事要裝呢一個嘅鏡頭啊？嚇，你掛心咯，你亦都可能有陣時候喺鏡頭做得攰嘅時候，望下佢，見到即係走嚟走去嗰陣時候咧，個心裏邊咧都甜啊嘛，係咪？好啦，咁咧小朋友細嗰陣時候咧，我就裝咗一個呢啲咁樣嘅家居嘅攝像鏡頭啦。時移世易啊，呢一個嘅鏡頭咧個功能依舊，但係咧效果就變咗質啦。咩意思咧？原本咧就係可以好清晰嘅，我講嘅效果梗係而家大咗啦，係咪？突然之間點解嗰個鏡頭咧成日前邊咧一係有啲牙籤筒啊，一係有啲杯啊，一係有啲糖咁樣咧遮住然後個鏡頭擰歪一邊咧就對住埲牆，就見唔到個台面啊、門口個廳。你知唔知點解啊？嚇？點解啊？邊個擰歪啊？哇！你咁樣講唔得㗎喎，我翻去問邊個啊？有冇人認啊？你估？冇人認啊！係咁啱得咁巧，飲完隻杯放喺度，好自然㗎，係咪？但係你明眼你就知道呢一個嘅動作係因為乜嘢啊？遮住，為咩要遮住啊？佢唔想你做乜嘢啊？夾住佢啊！啊，廣東話呢一個嘅夾字咧真係好啊！即係話你中唔中意俾人夾住啊？冇，有冇人中意俾人夾住啊？你唔好舉手，我唔會夾住你噶。監察係咪夾住咁解咧？原來監察咧係一種嘅凝視，呢一種嘅凝視咧更加係帶出一種咧係從創造裡面嘅關懷。乜嘢叫做創造裏邊嘅關懷？在裏邊咧有好多為人父母嘅就明白啦嚇。當咧如果你生咗個小朋友嘅時候，媽媽啊，無論係你順產也好，開刀也好，你第一個時間你同呢一個嘅醫護人員講第一句嘅説話，你會講乜嘢啊？你會講乜嘢啊？BB 咧，係咪啊？跟住你會點啊？馬上個醫護就會將個 BB 點樣啊？放喺你面前就會望。有冇媽媽你生產完之後你望都唔望，問都唔問？有冇啊？冇。你係咪望一眼就算啊？你會點樣啊？你會不斷咁樣望，而家又望，跟住媽媽你都要休息下啦。我哋將 BB 咧清洗下咧，然之後咧就放落去一間房裏邊啊，定時定候你就嚟睇啦，係咪啊？哇！即係其實咧，你有冇去過醫院裏邊咧放 BB 嗰啲嘅嗰啲室啊？係咪有塊玻璃喺度㗎？哇！嗰啲玻璃好污糟，你千祈唔好行埋，好多口水㗎。你知點解嗬？個個都擁住佢啲爸爸媽媽咁樣咧，哇！好鬼核突。但係咁核突嘅，其實係表達緊乜嘢咧？係表達嗰種咧，從創造而嚟嗰種嘅情感嘅關愛。原來監察裏邊嘅意思就係如此。神既然創造我哋每一個人，我哋係按著神嘅形象，亦都被神嘅靈氣吹入。佢梗係會監察我哋，但係呢一種嘅監察幾時開始變化呢一個嘅環境？其實詩人佢經歷陷喺罪裏邊，但係佢都深切嚟到去體認，而話神不單止係監察住佢哋。經文裏邊講，仲要係前後環繞在我嘅身上邊，而且佢嘅右手係不斷咁樣引導。呢一種嘅知識奇妙，係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俾人哋前後環繞啊？有冇？有冇？你知咩叫前後環繞啊？下一幅圖你就知啦。即係俾人哋深深嘅乜嘢啊？擁抱啊！嗱，擁抱呢樣嘢咧，都係好講關係噶。如果一個咧你都唔認識佢嘅人，你會唔會俾佢擁抱啊？唔認識嘅人，你俾佢擁抱之後，你會做乜嘢啊？你會掙扎噶，你會揈開去，你心裏邊咧會覺得有一種被冒犯嘅感覺。但係如果將你前後懷抱嘅人，佢係你所愛嘅人，係你所眷顧嘅人，你嘅感受
絕對不一樣。詩人佢經歷原來上主嘅保守係咁親切，嗰種嘅監察，一路眼神嘅交流，嗰種嘅感情係會被深化，不單止冇一種咧俾人夾住、俾人監視嘅感覺，更加覺得有嗰份嘅肯定、嗰份嘅認同、嗰份嘅安全。所以經文一路去到第7至到12節裏邊咧，就講到咧，上帝嘅照管咧一定好過你走去買保險。我係咪得罪會做保險從業嘅朋友弟兄姊妹？我點解咁講呢？好多時候咧，我哋買保險嘅時候咧，個 agent 咧就會同你講啊，其實咧個保護咧係好全方位㗎。而家咧唔單止咧，你買份保險咧係保你自己，仲有乜嘢啊？隔代承傳啊，係咪啊？個保險咧係可以保埋你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嘅。但係如果你屋企有放大鏡，再睇下邊嗰紮細嘅條文裏邊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魔鬼係在細節嘅。哇，好多細字嗰啲咧，依樣又唔賠，嗰樣又唔保咁樣，係咪？呢個係個人嘅經歷嚟嘅啫，唔一定係貼喺大家嘅裏邊嘅。我想講乜嘢咧？原來咧人咧，我哋就係想追求一種嘅安全感啦，係咪？一種愛與被愛。但係真正嘅安全，一種真正嘅安全，正正係我哋最唔安全嘅時候先至感受到㗎。嗱，我再講多次，真正嘅安全係喺咩時候感受到啊？係我哋最唔安全嘅時候先至能夠體認。點解我咁樣講呢？我想大家咧讀以下嘅經文啦，預備1、2、3。大家知唔知道一日24小時係喺邊一個嘅時分個天係最黑嘅？就係當太陽就快要出嚟嘅時候，個天係最黑。展開清晨嘅翅膀，飛到海極居住。我哋係咪好多歌都係用呢一句嘅歌詞啊？展開清晨嘅翅膀，好美麗啊！但係如果你真正知道裏邊嘅意思，你可能唔會咁樣講。佢展開清晨嘅翅膀，你知唔知佢飛去邊啊？弟兄姊妹，原來佢係飛去死，飛到呢一個嘅海極居住。海極原來喺古時裏邊係一個嘅黑暗，係一個惡魔所在嘅地方。其實成段嘅經文裏邊係講緊詩人原來佢要逃避人、逃避神，因為佢連自己佢都面對唔到自己啊！我哋好怕咧，即係當我哋情緒低落嗰陣時候咧，我哋好怕見到人，係嘛？點解啊？因為我哋都唔知講啲乜嘢，但係咧我哋至少都學一個嘅社交禮儀㗎嘛。見到人嗰陣時候要打下招呼啊，要客客氣氣。所以咧，當我哋情緒唔好嗰陣時候咧，我哋盡量咧想將自己嚟到去收埋。詩人佢都係經歷緊一個逃避嘅過程。我往哪裏去躲避你嘅靈？我會哪裏去躲避你嘅念？我飛到上天，你喺嗰度；我若躺在陰間，你都喺嗰一度。人生係咩時候開始嚟到去逃避嘅咧？當我哋打聖經裏邊嘅時候，喺創世記就好清晰講到，當神做亞當夏娃，原來咧亞當咧係為所有地上邊嘅生物咧嚟到去改名，大家彼此之間裏邊咧從來沒有恐懼㗎。但係今日唔同啦喎，如果你見到獅子老虎，你會點啊？乖，好似啲貓咁樣，會唔會啊？你會乜嘢啊？你會恐懼㗎嘛？恐懼然之後你會做乜嘢啊？
就會走佬噶啦嘛，會逃避噶啦。點解會咁樣呢？當我哋喺創世記裏邊，我哋就明白到啦。原來當罪入到呢一個世界裏邊嘅時候，仲記得嗬？阿當佢食咗乜嘢果子啊？同夏娃係乜嘢啊？分辨善惡。好啦，你可以分辨善惡啦，但係原來你唔可以處理善惡先至大件事啊嘛。有陣時候咧，成年人有啲嘢咧唔想咁快俾小朋友知道，因為驚佢哋乜嘢啊？知道都太多，處唔處理到啊？未必處理得到，係咪啊？所以咧，當呢一個嘅亞當夏娃食咗呢個分辨善惡樹，罪入到佢哋心中裏邊，佢哋就開始逃避神啊！喺創世記裏邊，我哋記得啊，當神就好似靈、好似風一樣嚟到去呼喚亞當夏娃嘅時候，佢哋做乜嘢啊？佢哋匿埋啊！揾嗰啲嘅樹葉咧遮身蔽體啊！當神就話：你哋做乜嘢要匿埋啊？亞當佢講乜嘢啊？我哋乜嘢啊 ？I'm fear， 我驚啊！呢一個就係人類出現，彷彿係第一個嘅情緒，一個負面嘅情緒 fear。點解佢驚啊？佢同神講乜嘢？因為我乜嘢啊？我冇着衫，我感覺到乜嘢啊？羞恥。原來呢一個嘅羞恥就係嚟着嗰種嘅罪疚，原來喺人心裏邊已經開始萌芽。當一個人活喺罪裏邊，佢心裏邊有罪疚，佢自然唔想見人，更加會逃避神㗎啦，係咪？我聽過有一啲養寵物嘅朋友講，佢屋企養貓嘅，佢就話咧當隻貓咧會飛高飛低咁啊！有一次咧就將佢一件好貴嘅嘢咧就打爛咗，咁但係打爛咗之後咧，佢不斷揾隻貓，你揾唔揾到隻貓啊？揾唔到啊！佢做乜嘢啊？佢匿埋喎！呢種原來係一種嘅天性嚟㗎。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我哋嘅故事，有我哋嘅隱情，有我哋嘅罪，我哋唔想俾人知，或者我哋自己都隱而未現，好似自己都未知。但係神一一嚟到去監察，神唔想我哋活喺罪疚嘅重擔裏邊，神好想喺當中裏邊呢係釋放我哋。去到頭先所講，點解我話一個人嘅安全感要喺最唔安全嘅時候先至嚟到去經歷感受？去到頭先我哋所講，展開清晨嘅翅膀，飛到海極嚟到去居住。實在經文裏邊咧係寫得好靚、好靚、好靚，就係我哋就算係我哋好想嚟到去逃避上帝嘅時候，我哋不斷咁樣飛。但係記得啊，喺極黑暗裏邊之後，呢個天空會迎來嘅係乜嘢啊？係光明。只要我哋一路向前飛嘅時候，神嘅手必然嚟到去引導。喺經文裏邊咧寫得好靚啊！唔單止係手啊，仲要咧係右手，而且咧喺佢睇嚟，喺神嘅睇嚟，黑暗同埋光明也是一樣的。我哋一齊嚟讀以下嘅經文啊！預備起。原來咧喺原文裏邊咧都冇在你看來呢四個字。原來嘅聖經裏邊咧係講咧，原來咧無論係黑暗係咪同埋光明咧都係一樣。咁但係咧和合本嘅譯者就話冇可能啊，因為咧我哋都成日講啦，黑就係乜嘢啊？黑，白就係乜嘢啊？白啊嘛。點解黑暗同埋光明咧都係一樣？除非佢係乜嘢啊？除非佢係神，佢係上帝啦，因為一切都喺佢掌管裏邊啊。但係原文唔係咁講噶。如果我哋已經係活喺神嘅完全裏面，其實黑暗同埋光明，我哋知道神都喺當中掌管保守，都係一
樣嘅。其實讀到呢段嘅經文裏邊嘅時候咧，我唔能夠去理解。直至到有幾個嘅場景。第一個場景咧就係咧，有一次咧，我去呢一個嘅長洲思維靜園退休，我就影咗2幅相，一幅咧就係日落嘅相，一幅就係咩啊？日出嘅相。於是咧我就俾人哋睇啦。你分唔分到邊一幅係日出嘅太陽，邊一幅係日落嘅太陽？你估分唔分到啊？如果你唔係專家咧，你唔係咁容易分得到。又或者，如果你唔係觀察環境，你唔係住喺長洲咧，其實你都唔會觀察得到。因為其實日出同埋日落係視覺嘅問題。當今晚太陽會落山，到聽朝太陽又會乜嘢啊？係啊，喺東邊重新嚟到去升起。實在太陽有冇消失過啊？冇喎，只不過咧，我哋而家個科學我哋知道啦，因為地球咧佢會自轉，又會公轉，圍繞住個地球轉，所以咧係啱啱視覺嘅問題。你唔係向住太陽嗰邊，你咪以為係黑夜咯。其實太陽喺咪喺度啊？仍然喺度啊！佢嘅暖和仍然係繼續嚟到去保守照管我哋。弟兄姊妹，人生都係一個嘅循環。喺極黑裏邊，你繼續支持住，你將會迎見係清晨嘅曙光。然後喺一次坐飛機嘅時候咧，我又有另外一個嘅經歷咧，就更加咧體會到原來雲上太陽嘅意思係啲乜嘢。嗰一次咧，其實咧坐飛機嗰陣時候咧，哇，好陽光啊！咁然後嗰啲雲海咧又好靚啊！咁我話哇，真係好靚啊！神嘅創造咧真係好美麗。過咗幾分鐘啊，真係幾分鐘㗎咋？咁呢一個嘅飛機咧就慢慢下降啦。穿越咗雲層落到去下邊嘅時候，就好似兩個嘅世界啊，又有閃電啦，又落雨啦。原本上邊係好光，下邊咧就點樣啊？好暗啦，天氣好差啦，飛機因為氣流嘅關係咧，又搖下啦。弟兄姊妹，其實原來呢一個真係關乎我哋而家人生嘅處境，我哋嘅眼睛所定向係喺雲層之上，或者係雲層之下。就好似彼得佢喺風浪之中，佢話見到耶穌咁勁行喺海裏邊，我都想試下，於是就行上去望住耶穌就咁走。佢行唔行到喺海面上邊啊？行唔行到？行到喎，因為佢望住邊個啊？佢望住耶穌嘛。都係行下咧，中文字又好靚啊，叫做淆底。佢又望緊耶穌行緊去，突然之間佢望下左望下右，咦喂，水嚟嘅喎，真嘅喎，濕嘅喎，於是佢就點啊？即刻跌咗落去啦。其實咧寫呢段嘅經文咧，非常之生動。弟兄姊妹，今日原來我哋嘅人生裏邊都係如此。當我哋嘅眼目唔係專注喺神咧，聖經裏邊講啊，我哋早在如果我哋嘅眼目唔係咁樣專注，我哋在活人之地早就喪膽了。今日我哋嘅眼目對象係乜嘢？然後我哋人生嘅視線究竟係雲層之上，抑或雲層之下？到最後尾，詩人所體認極度嘅危險，你先至有極度嘅平安，係因為你喺嗰個嘅處境裏邊得到神嘅解困。最後尾13至到16節裏邊嘅經文，好多人當我哋祈禱裏邊嘅時候，都會讀到係啊，神一定係關愛照管我哋啊，因為我哋未成人嘅體質，神已經一早嚟到去測看，並不向你乜嘢啊？隱藏。弟兄姊妹，我哋有冇試過喺媽媽嘅肚裏邊嘅胚胎裏邊活過啊？有冇啊？有冇人未試過㗎？笑係咪？即每一個人就係喺媽媽嘅肚裏邊，喺個胚胎裏邊孕育有足夠嘅養分。但係我弟兄姊妹，我想問下，喺媽媽嘅胚胎裏邊有冇光管？有冇電筒啊？有冇啊？冇，只有乜嘢啊？只有汪洋一片。
係咪啊？水嚟噶嘛，然之後係黑噶嘛，完全包火噶嘛。但係營養保護完完全全就喺呢一個嘅黑暗嘅地方裏面。大家知唔知呢個係邊個？琴日我喺周六裏邊，我個仔笑，我話唔係你，你放心，因為我都唔知係邊個，我喺網上邊攞嘅啫。我唔敢攞而家新嗰啲咧，又話 3D 又話 4D 嗰啲咧，真係話見到佢嘅樣喎，好鬼驚啊！真係嚇。OK， 每一個嘅喺媽媽嘅肚裏邊孕育嘅生命，佢雖然喺黑暗裏邊，但係你知唔知道佢係有絕對嘅平安？佢唔需要為自己嚟到去思量有冇水飲，有冇嘢食，因為如果一個健康嘅媽媽，自自然然就會供足呢一個嘅養分。神嘅照管就係如此奇妙。最後經文裏邊講到，我哋一齊讀，預備1、2、3。神啊，你嘅意念何等寶貴！如果我哋數算嘅時候，實在比海邊嘅沙更多。我睡醒嘅時候，仍和你同在。讀到呢段嘅經文裏邊嘅時候咧，我諗起幾年前係聽過溫偉耀博士一個嘅見證啊！大家認識溫偉耀博士嗬？佢係呢一個嘅神學院裏邊嘅教授啦、老師啦。佢好叻㗎，有2個嘅哲學博士學位啊，一個咧喺英國嘅，我唔記得係劍橋定係牛津，學貫東西都亦都咧好快咧就組織咗家庭，同埋太太咧生咗一個咧好聰明嘅女，好乖巧，好叻。但係佢第2個女咧，就係有嚴重嘅智障，呢一個咧係俾溫博士咧佢一個好大嘅學習謙卑順服嘅功課，好景不常啊！嗰陣時候咧，我諗太太都係好後生，30零歲嘅時候咧，發覺患病。到佢最後尾嘅時候咧，嗰啲嘅菌咧係入咗佢嗰個嘅頸骨咧，其實成條頸咧都支撐唔到咧，差唔多係冧咁滯。溫博士佢嚟到去分享就係，當嗰陣時候咧，成日要來回醫院啦，翻到屋企嗰陣時候咧，真係一個男人要湊2個女咧，係幾咁嘅崩潰，大家明白嗬？特別咧就係嗰段時候，佢話個大女兒咧讀書好叻，好乖巧，但係咧佢要準備咧考試咧去入大學啦，考會考啦。咁但係咧因為咧屋企冇人照顧啊，個細女咧亦都好多嘅情緒。有一晚咧，竟然將家姐嗰啲嘅 notes 咧係搣爛晒。哇！成個屋企裏邊咧就嗰種嘅哭泣啊、叫鬧啊，真係非常非常之痛苦。嘅時候，有人問：究竟神喺邊度？點解要咁樣對我咧？到最後尾，阿溫博士去探佢太太嘅時候，嗰晚咧佢話佢好隨意就同太太係輕輕道別咗，就講咗呢一段嘅經文啦。我睡醒嘅時候，仍和你同在。點知呢一個咧就係最後尾同太太道別嘅説話。一路自己嘅心情咧都係好多嘅情緒。直到有一次，當佢講道嘅時候，神嘅靈提醒佢，仍和你同在。唔單止係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情感交流，呢一個特別係講到復活嘅主已經係超越黑暗、超越死亡，道成肉身，為我哋帶嚟終極嘅盼望。仍和你同在。係和神嚟到去同在。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我哋起身能夠再次感受生命氣息。你諗下，當你起身擘大眼嘅時候，你第一眼會望到咩？
可能係你太太，可能係你嘅先生，可能係你嘅仔女，可能係你屋企裏邊養嘅寵物，凡此種種都係好值得你去感恩。弟兄姊妹，極度嘅黑暗，我哋必然會迎來神終極嘅保守，因為黑暗同埋光明在神看來都是一樣的。今日係主餐主日，亦都係讓我哋經歷到成肉身嘅主帶俾我哋係穿越死亡、穿越黑暗、穿越時空，將眾聖徒聯合為一嘅一個嘅重演神學，讓我哋藉住呢一個嘅主餐嚟到去紀念數算神嘅恩典，亦都讓神同我哋人生無論黑暗、無論光明，仍和你同在。耶穌基督被賣嘅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說：呢一個係我嘅身體，為我哋眾人嚟到去擘開，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主。飯後照樣拿起杯來說：呢一個係我立新約嘅血，為我哋眾人嘅罪嚟到去流出，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也是紀念主。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嘅時候，係紀念到耶穌基督昔日喺十字架裏面嘅死，今日為我哋帶來永生復活嘅盼望。所以我哋亦都要數算神嘅恩典，亦都將我哋自己嘅罪喺主面前嚟到去陳明，以免我哋再一次將呢一個嘅罪吃喝喺肚腹之中裏面。一時間我哋會有稍稍安靜嘅時刻，亦都讓我哋安靜沉澱喺主呢個十架裏邊嘅愛，經歷佢嘅奇妙。
日落嚟呢個時間，請美靈會座為到我哋嘅餅培香會座，為到我哋嘅杯嚟到去禱告。請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嘅主耶穌，多謝你喺昔日領受父神嘅旨意，道成肉身嚟到我哋當中，明白我哋嘅處境。我哋更加多謝你嘅係因為你願意領受父神嘅心意，為我哋罪人釘身十字架。主，你破碎你嘅身體，目的嘅係為要拯救我哋世人，幫助我哋世人能夠罪得赦免，幫助我哋成為一個蒙恩嘅罪人。主喺今天，我哋喺你嘅面前嘅時候，主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自己去省察我哋同你之間嘅關係，省察我哋作為主嘅兒女，我哋嘅行事為人。我哋更加嘅懇求主你去監察我哋，知道我哋嘅心思意念，亦都幫助我哋能夠專注喺你自己嘅身上，能夠跟隨我哋嘅主耶穌走永生嘅道路。求主繼續幫助我哋，禱告祈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門。親愛嘅恩主，我哋天上嘅爸爸，我哋再一次獻上感謝。當我哋攞起呢個杯嘅時候，我哋再次回想呢個杯對你係一個苦杯，因為你願意為我哋犧牲自己，流出寶血，目的就係將我哋喺罪當中挽回，成為你嘅兒女。但係今日我哋得蒙呢個嘅救贖，我哋再攞起呢個杯嘅時候，我哋紀念你為我哋犧牲，呢個就成為我哋救恩嘅杯。我哋口中要稱謝你，因為冇你，我哋仍然沉淪在罪中。父親啊，求你嚟教導，嚟到監察我哋每一天嘅生活係咪都像基督，讓人睇到你，睇到我哋就見到耶穌，歸向你，融入響我哋呢個天國嘅家庭。主啊，祝福我哋呢段嘅時間，我哋咁嘅祈禱感恩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我邀請所有受浸嘅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站立，領受耶穌基督呢一個嘅身體同埋佢嘅寶血。我邀請所有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站立。慈悲嘅恩主，你為我哋死，而且釘身喺十字架上邊。呢一個嘅恩情，直到如今，仍然使我哋能夠去因信稱義，得到你完全嘅救贖。求你憐憫，求你保守，因為今日呢一個嘅世界實在係好多嘅黑暗，甚至黑暗已經係遮蓋住我哋眾人嘅心。但係主，無論我哋逃避你，逃避去邊度，神你都會將我哋一一嚟到去挽回。求你憐憫，求你保守，求你醫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主
主為我死，我為主活。願意我哋都將我哋嘅眼目定睛喺復活嘅救主，仰望係為我哋創始成終嘅真神裏面，讓我哋仍然站立，同唱讚美詩歌，讚美一神。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豐盛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與交通，常與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請同唱參演詩，願聖靈引導我哋每天都過得勝嘅生活。神你的靈，我能夠看見你的聖潔，在這地尋找到你。我張開雙手，來接受你愛，在這地見你彰顯。神你的靈興起我，神你的靈興起我，再充滿我，用你愛，用你的靈。神你的靈興起我，神你的靈興起我，再充滿我，用你愛，用你的靈。弟兄姊妹請坐，崇拜結束，一陣間仍然有牧禱嘅時間，有需要嘅弟兄姊妹請到台前。